哎啊，那我们开始了。拿钢粉准备了。你啥呀？床扇要不要？这跑哪儿了？还得来，再来点。大哥，再来点，快走着。在上面，上面有头发，不给喷了。很抠啊。你给我喷全点了，完到时候给我晒的，给我黑了咋整？不会吧？不可能。这谁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，没问题，没事，没事，小事，小事。快摘头盔来！这个好像。